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名叫刘浩明。其实数位媒体算是更加社会的一个潮流，同时 Podcast 地位係一個有改度自信路邊喺上面嘅一個平台。你今日有請到嘅係喺我哋 Podcast 地位，可以一個用客話講小口嘅節目嘅快樂學業好嘅主持人李思忠先生來到我現場，伊我哋分享講，伊做乜嘅會想到講，把我哋客話嘅小口，比方喺 Podcast 地位盤他嘅人哋。係就馬上翻嚟，今日來賓係施仲國，李香龍，施仲國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李施仲，我係來自屏東縣的女埔鄉。其實施仲國來到我哋現場已經沒提擺好，所以話係收緊我哋植保機嘛，嗬。係，就4年前的。4年前的事情，係，所以話有收緊我哋嘅 ESG 嘅一個徵召嘅事情。可是也擺過提譬如講，因為其實我哋施仲國以前有一啲算是喺我哋咧天台地方有啲節目，但是也擺攞做嘛個轉戰我哋嘅 Podcast 咯。一方面啊，吼，如係嘅廣播電台一個工作已經停喺度。第二方面，其實我本來冇想到講我做一個東西，其實停咗幾久啦。啊，如後來有一啲幾人都幫我感覺到講，我有感覺到更加人吼，現代人幾多嘅文明病，如譬如講憂鬱症啦，還是乜嘅恐慌症，啊，都感覺到更加人可能吼生活方啊。苦悶啦，佢唔歡喜嘅事情啦，是工作上啦、經濟上，佢多人會做嘅地方，啊，一定唔曉得去尋快樂嘅來源。我就認為講，人哋有客家人，啊，有許多講李文古廣播劇嘅一啲影像，叫做以前嘅小課嘛，嗬，最早一個提廣播行嘅小課，啊，就認為講，可以來做一下一個用客話講小課嘅一個節目，啊，都好如講。Podcast 也咩啲平台，數位嘅啲平台，伊又唔多是乜嘅錢，唔是乜嘅成本啦。啊，實比起個有天咯啦，你有咩機器，又來做可能真嘅。不過我都太開始啦，把2個禮拜左右去教香港一個東西。咁你這個因為你這個以前有做過我哋算是天台嘅節目嘛，嚇，那更加有專在我哋嘅 Podcast 的，你係咪同人哋有分析一下講？都在做我哋咧一般嘅天台節目同做 Podcast 嘅節目有乜嘅差別啦？也非常嘅大哦。第一點都講天台本身以資源居多，啊節目嘅主持人居多。當然呢個人負責這個部分啦。當初喺天台係比較啲個屬於地方創生嘅一塊，我要咩將節目中央去簽一條後生嘅啦、長農啦、長創嘅一條人，去訪問一定嘅心路歷程啦，介紹一定嘅產品。佢說當時接對一啲舊商嘅案例，一直以來也係提一個部分去琢磨啦。啊，唔過行下多數位平台嘅時節，只有一啲人咧，啊蠻冇可能講做啊安長嘅一啲節目。廣播電台可以做1點鐘嘅節目，當然亦有音樂可以穿插，啊你話可以調個場。但係你人哋 Podcast 冇可能搞研究。第二講我係單打獨鬥，即個係幾人做。嘛冇去訪問人，冇去做乜嘅，但係如果主題，這個setting好勢，其實都可以做嘅。但是以你頭都有講到講，其實像我哋呢一般嘅廣播電台話，又可以音樂嘛嚇，然後同時又可以訪問啊啲事情。但是攰到我哋 Podcast 嘅地步，其實都等於個雖然講時間冇按長，但是等於如果你有所有時間地步，你睇這個一定要嚟講咧。嗰時喺準備上面係咪有準備嗰度咯？其實唔會咧。我一開始頭有講到吼，喺花2禮拜去教上嘛。其實喺教上嘅時節，你對節目嘅名嘅，還有伊嘅核心嘅目標去做實體。不過節目嘅名啊，你講到快樂學業好嘛，其實人哋切開來，快樂你係我希望一個節目用客話講小課，帶俾大家快樂。不過用2隻字快樂，你係安尼一啲用意。第3個你學1隻字，學你係客家。客話講客話，不所以我用客一隻字。點解攞過嘅設計也客字係最大嘅一隻字，因為也代表係人哋客家。第3個你熱，一個熱你係為熱，係無來做一個好天定頭定嘅意思。因為講為熱呢，其實我有去小潛過，更加係用路行啊吼，去做客家一個 Podcast， 大部分講知識性嘅啦，喺無路訪問人嘅嗰度。專門講小課嘅，可能咱已經去做，
因为我本身做事情唔好做同人共样的东西，因为同人共样的东西，你係競爭，但你冇共樣的東西，你得講我做嘅，我都算數，我講嘅都準算得出嘅，我唔是去同人比較，唔是去做乜嘅，當然切搞有一啲規範啦，冇講就多我們話就係記錄唔，一個都係我睇實際嘅世界的一啲構想，其實我會對新人呢。個後生誒，還是老人家，按呢一啲年齡層去做我節目嘅一啲鋪陳。第二，如果我會用時事同更加事情有關係嘅去做一啲鋪陳。一個東西聽出來以後，你都可以做聽一些、聽上去。所以，伊係無限延伸的東西。按你談好了，真是你講你開始的時間，你已經有去分析過人家市場上面啦，哈。因為人家頭都有講到嘛，你係個用客話講小口嘅，對於你講，你這個有時名錄上面嘅東西，唔係講鬼簡單，一時扮成客話都可以嘅。唔可能以話一點合同啊，的行業的身份啦，行業的文化地位，咁你這個應用可以尋到的資料。一個部分有三個來源。第一個來源如係自家想，因為人哋生活當中會讀到。第二個如係隔壁鄰舍啦、朋友啦，一定講嘅，嗰次咩喎？唔好條記起來，還是錄音起來，安尼一番咩做一啲過大樣嘅，但係我是把改變啦，冇可能講完全一模一樣。第三個如係名錄潛，但係名錄潛而唔係做客化嘅，嗰時人哋可能要潛一個梗，小點填奶，一個小點係用嚟做。乜個諧音梗啦、迷音梗啦，嗰度更加呢有嘅冇嘅。但係如果一個都拿來，但係如果變成人哋客化嘅部分，那我本堂中堂多嘅係真實屬於客化嘅。雖然你已經講有三個目標嘅方向來去熟悉我哋嘅資料嘛，吼。但係其實有的好把講，譬如講用迷音梗來講啊，好把好嘅。其實有啲迷音梗反正客化。都冇拿嘅，因為有時伊係反言迷音梗嘛，有時反正客話都冇講，都冇拿。有的人講，譬如講人家有時談到嗰度小口，如果係佢做以前嘅老小口，咁更加新嘅小口，你用嚟去小解碰人哋觀眾朋友。第一個部分我都有講過，講愛同時事結合。第二個諧音嘅部分，其實客話諧音同方言差不多。唔能對佢去轉變。簡單講啦，簡單講一啲嘢，像譬如講湘族嘅同湘國嘅兩個人嘅聯姻嘅話，咪變祖國聯姻嘅。但係你地講但係你別講人哋咧諧音梗，客話諧音梗，但係唔拿去反義也都唔到，啱咩出來唔錯。有你地講。一個部分自己要去思考，要去做改變。但係如果雖然講有用一啲算是可以參考嘅標準，但是其實轉到客化嘅時間，或者是佢考驗唔有嘅客化嘅功能嘅嗬。當然啦，係啊。但是 Podcast 冇共樣啊 ，Podcast 其實我打開數據嘅，然後甚至有啲人話搭簽到也要平台聽啦，等於講伊要限制嗰度啦。咁其實前有想到講，唔希望去影響到，無論希望聽到人節目嘅人有哪條嘢冇？一個部分我哋來同主持人稍微了解一下。第一點，你講 Podcast 嘅平台其實伊比廣播電台更加發。因為像我這個節目都有5個平台提標，像我哋節目5個平台標，你可以前5個平台嘅。當中啊咧，譬如講 Apple 嘅 Podcast 啦、Spotify 啦、KKBox 啦、SoundOn 啦、YouTube， 從 Apple 嘅 Podcast 同 YouTube， 佢係已經全世界最大嘅平台。當然，人哋啲節目來講嘅話，冇會聽當中啲，但係如果慢慢嚟去講完自家一啲分析啊咧，第二如果人哋可以加入更加嘅社群媒體 ，FB 啦、Line 啦，人哋係要加入。有客家社團，咁係做好嘅東西，我都表上去。慢慢嚟去 keep 一條分時間咧。嗰時咧，也都係講以兩個部分咧，一啲佢睇一啲差別。當然一定也有講做 APP 啦，你可以去下載同一個某一啲節目。但係你一個節目也都有唔錯。問題如果而講嘅內容冇聽適合觀眾朋友，而有時把槍亂槍打鳥。變成某一啲時段可能適合某一啲族群，還是講某一啲人紀嘅。人哋睇做，都有講到，我可以對新人嚟開始做，對婦人家開始做，
对于农家人呢，一啲部分，我可以引导到我嘅客群，我比以前做一個法。但係如果28對安尼東西有研究，唔能底下講讓佢去清楚，屬於自家嘅風格，個體內平台去做安尼曝光嘅動作啊。我唔錯，因為一般的廣播電台來講法，但係你講一般數得多的地方能談得到，數唔多的地方都談唔到嘅。好，但是我哋嘅 podcast 其實都有想法，亦可以透過我哋嘅網絡來講嘅話，其實你睇美國咧嘛談得到啊。好，等於講睇美國咧，嘛可以經過我哋嘅網絡談到我哋台灣咧講客家嘅小可以嘅 podcast。嗰個其實運用我哋嘅新嘅媒體嘅方法，嘛可以把我哋客家文化去傳遞到我哋其實冇辦法看到，我都冇辦法行到嘅地方。首先下我海豚節目，我哋始終個羅屯能夠，對下節目地位小可有哪度，我哋馬上過來哦。翻過來，福起來嘢。收聽節目來自我哋頻道女僕同時嘛係我哋快樂學業鋪嘅 podcast 主持人李世總太哥來到現場，同我哋分享講，當初做馬上要做下節目。世總太哥，快些，其實我哋咧觀眾朋友吼，看到也已經會想到講，你講多做馬咯。我嚟談下我哋咧小課啦，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講幾嘅我哋咧客家嘅小課好冇？好，我嚟分享兩個下。係。第一點就2772，啊，主持人唔知底下2772係嘛？唔知呢，我簡單講一下啦。也係一啲台北市前市長，提土生看守所嘅編號。2772，我先講第一個版本嘅2772咪有兩個2，兩個7，錯冇？有兩對嘛嚇，兩對嘅數字都係4嘛。第一擺你土生看守所嘅都拄好4個人。佢說2772都代表講我有4個人喺土生看守所嚟帶。第二個版本來哦嚇，同樣2772嘅第二個版本啊，都故意人嚟講，係講第一個2，都係要先黑滿2張嘢，喺土生要先黑滿2張嘢。第二個7同第三個都77。77到7749，意思如果7749年以後，還會有第二版本嘅故事出來。第三個還有啲2哦，一個2都係49年以後嘅結果，都係再係2張嘢。好，也都2772嘅第一個小課。第二來講嘅同人生活過接強嘅啦，都係講兩隻阿公嘅小課，更加好佢多嘅。關懷據點啊，據點嘛，嗰度老人家我去學新嘅社群軟體，尤其係 Line，我都發現講，有個兩隻阿公，伊哋都太過是講啦，吼，阿發伯同阿孫咧，阿三條啦，阿發伯都學我嘅一個 Line，學到親親，都親阿孫咧，明年阿母條啊，都同孫咧講天花，然後過年，阿發伯都喺度嚟鄉下咩，阿孫咧都台北咧讀4年，所以唔係點啊？兩隻阿公嘅話，阿公會上孫咧啊，佢所以都經常學我嘅咩，明年都同阿孫咧講天花。有一年咧，我阿孫咧同阿公講天花嘅哦，但係過去哦，以後嘢阿公講要開視訊啊喎，以前人講天花呀，唔會用視訊啊，一擺有咁多奇怪，阿爸爸都唔記。阿孫啊，做乜嗰陣咧係阿公開一個視訊咯？如果阿公開嗱，我教你啲東西嗱。阿公講間唔講啊嘛，佢話好間唔講開我都開半咯，所以伊都冇記哦，阿爸爸都冇入順咧。間唔教阿公乜嘅呀？而家教阿公16噸啊，鼓16擺啊。間阿公都題目講嘅喲，阿公嘅乜嘅年紀嘅可以鼓16擺，鼓2擺唔會輸喺嗌路名嘅喲。間鼓16擺唔會輸喺8條路名，哦，類似。也都可以小可一啲嘅，如講同時事、同生活、子孫之間親子嘅夾衝下，如果過期啊？係真係，談我嚟過期，但是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如講，第一，像我哋從人時事夾下，譬如講16噸，我先同我哋觀眾朋友小解下個冇得16噸喎，咁有人
连16吨都唔掂吧？按伊都唔掂，人家烧烤的精髓在哪呀？另外，佢簡單同主持人講，有兩個地方可以查，你都很多谷歌，你都很多 Chat GPT， 你都打16噸，你都要囤高。嗰陣等於講，譬如講今日嘅節目地方，你講好多天嘅節目時間，嚇，嗰兩個阿伯去學來嘅故事嘛。等於講亂嚟講過，嗰陣即係冇對故事嘅燒烤有乜個說明？唔可以破梗，唔可以破梗。係，如果講一個東西本聽眾去想象，其實我哋做故事嘅人，我頭腦當中一定會有啲情節。如果樣想係樣嘅做，伊可以樣嘅做。其實也係後來一同主持人講嘅，係一般係可以變做劇本。基本應該是用講得嘅，但係一個講嘅東西，我寫下來文字嘅記載。我都可以拿本，像我以前更加參加李文谷歌劇團，我都有寫安尼東西喺地方。所以講，一個東西唔可以做破梗，係本聽眾朋友有一啲想象嘅空間。你呢想出來嘅畫面絕對冇。係啦，因為我按嚟問啊，我都想過，因為也係算是頭都講嘅16噸一件事情，其實故事600一件事情，其實喺一個燒烤地方最重要嘅一個創新嘛。但是嗰種我想講，嗰種有啲話阿婆根本連故事600都聽唔識，咁等於講伊後面冇辦法去提飛到一個燒烤廳啊。不過頭都有講，其實伊查無到伊冇嘛係一個方法，因為其實有時陣我哋嘛唔係講伊擺到糖食，然後一個燒烤嘅重點，可能伊冇呢，吼無到伊想嘅，那發現啊，原來一燒烤嘅重點係啊，它這個天嘅問題係有關於天的，真知燒烤一件事情，唔會講，人家真知燒烤結果會聊到嗰度。甚至你從都好同人冇傾講嘢咧，伊哋不聊到伊哋。其實我因為講唔是去思考呢個問題，因為人哋本身係以學講燒烤嘅一啲出發點。不是我只是拿一個書師，我也唔係同講也係乜嘅，我都講一個書師，啊而推白話係乜嘅。等於講，人哋唔好講乜嘅東西都公開，必定要有想象嘅空間。唔可能談唔識唔怕，但係我要下一次要燒烤。某一天都啲嘅，像咱哋辦過嚟頭都講嘅，其實也兩隻阿公嘅地位吼，有幾多人數嘅地位，小點唔單止講嘅16股。嗰其實按你嚟講嘅話，其實講燒烤一件事情，其實冇想太多。我以為有時候我都想講啊，真是燒烤可以講冇乜容易罵冇都講好，譬如講有啲我燒烤跟人家談唔成嘅話，係咪啊說明？OK。這樣嚟講法其實唔是上安多，好多這樣嚟講，但是一般來講嘅話，一節嘅節目地方，你準備到燒烤咯。一般來講，大概是兩個，但係如果講規個節目嘅結構，我哋設計師嘅段落，大概是如開場嘛，嚇開場，第二段如講一些如類似時事也好啦，或者講係最近會加入一個。搶人攤牌嘅人數啦，或者講退休應該點樣去做啦，或者揀啲設計嘅東西，將燒烤變啊到第三段，有些把像人講嘅起承轉合啦，喺無如講1、2、3、4單元，安尼一啲結構。最後路一啲 ending 嘛，等於如果有啲算是中間有啲大頭戲嘅部分啦，好，但是你第二件加尾，你即個想我講嘅主題，無你講件加尾一啲可能3%發生嘅一啲重要事情，然後第三段然後燒烤嘅部分，哦，嗰個你其實談好來話，你唔好講一開始你談到一啲燒烤，然後下你要結束嘅，等於講得到嘅一種自信來講啊，把個燒冇你講得到嘅一啲想要傳遞嘅一啲事情嘛，個燒。但是就頭都唔講嘅呀，其實搶人攤牌嘅部分，其實係一個經驗，其實佢從事嘛，同時以前嘛，一直都喺農業上面有一啲佢睇一啲算是一個天數佢睇部分啦。咁一部分呢，一啲燒烤有表現啲冇？有啊，農業嘅部分吼，設計嘅個燒啦，但係如果因為像頭主持人講嘅，本身係即個嘛做農啊，當然會為到農家人來設計是燒烤，啊分享嘅人係即個寫嘅，嗰種人家人一啲幹嘛？你農業嘅部分咧，你兩個做農嘅人，哦啊兩球田兩甲餅，哦伊啲你種番薯咧，伊啲你種包粟嘅，哦啊番薯咧你阿面種包粟嘅你阿發，你類似講愛設天主角，兩個人哋對翻樣嘅，你本人想想講哦。哦，原來係安尼，啊，而實際你講，伊嘅專業也係農家人，但係你搭起來，同埋一啲節目嘅名嘅，哦，
农家人爱讲烧，一个节目嘅名系愈搭起来。啊，其次你讲，我就爱用去铺成一个烧烤，你讲。阿法吼，伊本身种保熟，种啊改好，又种啊上啊改高，吼上啊多上米哦，又太又好色又甜又重称。甲个阿面呢，伊种反正呢，伊愈个好气啊，哎呀，个系会多带用的种的喏，种啊都按好，又种啊都按高。一般的保熟，他甲人地的话，应该2米算改高的啦，都吞银差唔多安尼。种啊都3米1000多的高土的，几率一天有相当的计，改好气啦。伊拢问佢讲，甲迄位，佢唔咧比价田啊，唔表一下。伊如讲，甲唔诚心的人问我，都同讲哦。伊如讲，哎呀吼，表高的本来嘅保熟糖。伊如讲奇怪，表高的本书的糖，佢多年有啊，做乜佢唔咧如果上啊按好喏？甲伊如就讲，我表买人咧高的点哦？伊讲我表张雨生的高的，张雨生，张雨生啊，高层的叫张雨生。甲伊咩好奇啊？张医生按到高的地步，是标哪一条咯？你保守人上啊按好咯？比如你讲，如迄标反营养啦，和天一样高，哦，那客话都讲吞田穷养高，咁难怪伊金标保守糖的愈见上经高啊，咩都3米，愈安尼搭起来。所以如讲少点囤职业，按落去铺陈，啊，像这样的东西，落去网上寻唔到。较相对同来讲，其实嘛无简单的，因为唔单止讲一定差唔多啦吼，但是因为你用啊去帮人家，譬如讲伊个农业的伊个背景吼，因为啊小可伊听要先设定的背景嘛，吼伊个农业，那同时去结合到讲，唔只个讲的一条歌的嘛，吼，可能海的节目可能喺讲的另外的人的名啊嘛，吼，佮当初喺有一啲相关的一啲资料库来做安尼搭配的。唔咩？大部分如讲，像多人讲的，都先设定讲，也是要讲乜嘅，唔要设定嘅受众，乜人来听。所以呢，老人家要有啲主角。嗰種米是有一啲目標嘅受眾係咪？一天呢，安尼咱可以試得個法。當然每天一定人會用數位嘅平台、手機一定去聽。但係如果咱哋設定嘅主題，如果我也係用老人家觀點講小可。我也係用細人嘅觀點講小可，我也係用農家人嘅，用富人家各種不同，但你係可以第20、第30建做。因為人嘅交流，人嘅講法一定會健康。冇唔錯，呢段想法要結合啊。嗰種看起來佢簡單嘅講小可來講話，其實分析下來，唔係愛以見機講，唔多嚟談小可嘅人係唔用嘅人，然後講出無強嘅內容。休息下喎，我哋下一台埋嗰度嗰件菜故事哦。放眼過來，福起來嘅。上一節目來自我哋頻道女僕，同時嘛喺 Podcast 嘅平台上面，快樂客一波主持人施總太過咯。那現場同我哋分享伊也為伊嘅作品裏邊有乜嘅無強嘅小可。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頭先已經講到無強嘅算是無強嘅聽眾啦，嚇，你講受眾啦，我說唔會設計無強嘅小可。咁即係小可地步人，即係會想講來做我哋咧，結合到我哋咧行業嘅教學，然後推廣出去嘛。基本上唔會，因為我講咧，如講小可呢比一氣呵成，如講咧更天難。他呢咧，如好多人，幾多人頭都講咧，假使唔談小可嘅時間，唔會有一啲記憶點。如講佢點本本有一啲記憶性，係記得你嘅啦。頭都講嘅2772。基本人喺度搞書師、搞2、搞7嘅時間，2772都達到。一個部分如果唔是我特別去強調，但係我會用2772一個東西，去本對2772一個東西有一啲記憶點。在幾多假使我基本人都好睇搞1、2、3、4到10，安尼部分唔會連到嘅。但係變成講一個係宣傳時嘅部分，唔能有安尼現實，唔能有法度去答。唔係冇人現實，你咪答唔到，唔係係譬如拿到教材行教嘅，一集物嘅，呢兩項物嘅東西，而係係安尼。啊，個第二點如講，按拄好啦，前一步嘅有去參加計物嘅呀，
学业规划师的一个课程。佮先生也要当初问伊讲，先生，家阵也等作为小课地步在家安尼教学 OK 无？先生是讲不建议。伊如讲教学如果单纯如教学，哎，根本你教村委阿公阿婆阿爸妈个，如去教育个，吼无可能会讲用小课去做嘅。他那个个人的想法是无穷用啦，因为讲要用无穷用的思维，根本你又讲到重点，假使一个建议点。会囤去甲课程，上的一个单元有关系的时间，也都变成讲有点决心，唔能教学生的时间，一定咧接受性会过高。其实我这个想法囤也会有18项啦，吼，因为我蛮因为讲伊唔见得唔适合喺教学上面。但是如果讲教的对象係乜嘢？因為其實伊可能先生講嘅大部分，因為而家客家先算是太陽路教小學啦，吼，太陽路講我哋中學、高中嘅一啲算是社團，吼，因為伊啲人數還冇都可以變成伊啲課程，嗰時伊哋可能用社團，然後亦等於呢學業長途其實太陽各種等，吼，可能話咧學一啲簡單嘅稱謂啦，學然後簡單對方。但是其實我哋也經驗就發現到一件事情，因為其實而家我哋客家行業算是教育嘅推廣嘅地方都遇到一啲問題，如果阿公阿婆會講，細年嘅學校會教，中間也係最大問題。學啊，從我哋咧14、14歲啊、15、16歲，然後從其實我哋同行來講嘅話，其實一點蠻談嘅事，但是已經太久冇講啊，嗰時唔會講。嗰時普通人唔睇講一件事情嘅時間，我聽得上到都講。有節目都不要等於談嘅呀，伊邊等於談嘅事，好，伊要同時一等於同時更加嘛在沙邊地位工作，嗰時唔單止講人家政治小課嘛吼，農業小課嘛吼，無你講父母嘅小課嘛好吧，伊哋多多睇下父母嘅地步，因為其實本來有啲小課都唔係生意嚟談嘅呀，係啊，嗰時伊要因為講唔適合俾我哋更加宣傳是教育地步嘅事情，是講唔適合嗰大嘅人呀，我講年齡層啊，嗰大嘅生意嚟來談，但是我哋多多也俾其實有建議講，其實我哋嘛有另外一個方向，用無窮樣嘅單元。無強嘅內容去本嘅就唔可能談嘅談嘅是客話，但是已經冇講，佢叫冇講嘅，冇你講佢快死講冇講嘅嘢，但是唔可以用一道理由心思嘅事情，因為一道終身態嘅嘢，而學客話有啲佢太嘅問題，你講冇用嘅客話而冇辦法，而唔會學啦，而唔好講睇鬼屯創山歌啊，學講乜嘅音謠啦，唔可能，而而家佢冇行。而家所以佢學客話，一天愛學嗰種啊，可以用嚟客話，可以學財經，學到談到政治新聞，無論講佢真係可以學到我哋，譬如講醫療嘅知識，而有用嘅事情用客話來講，一定可能我想講，安尼可以用啊，一般都係嘛談嘅時，同時嘛可以睇下節目地會得到我哋一啲性質來講法，嗰時一定可能會有安尼統一再去談。客話嘅內容，但是講到小課一件事情，就係啊，你想頭東人始終講啊，因為而家嘢壓力佢大啊。嗰時睇下有啲節目地方，其實用伊啲其實談嘅時咧客話，然後談到伊啲小課嘛好，講伊啲簡單嘅事實嘛好，其實我相信其實喺未來也算是一種咪能客家客語推廣嘅一部分啦，係啊。佢其實睇我哋什麼節目最後時間都有講到講，其實。除咗講小課以外，對未來其實有幾個計劃係咪？係，大概是有3個啦。第一啲都講提老人家一塊，都其實我已經進行啦。地下提嘅廣播電台都已經做過嘅。都好後來係看都講綠色照顧啊，農業部嘅綠色照顧一個提案地方有一項很多綠色療愈嘅部分，如何用課程啊，如用廣播做一啲媒介。然後呢，先同老人家上課，更加廣播體育使用嘅，有用嘅平台用嚟做。最後，如果請老人家嚟做談座，如像人哋嚟專訪，訪問老人家嘅心事、故事，一點以前嘅事情，一點過去冇嘅事情，嘅設備都係超精彩，伊等於將伊人生嘅精華同講出來，人哋透過呢個平台同也聲音表出去。我建設一個 podcast 唔都是乜嘅經費，一條平台又係免費嘅，只要一啲連接設備，你都可以談嘅。
对伊来讲，迄几大的成就感。伊如像咱人基本样呢，伊变成养生呢，伊可以同下来的，同下孙内的讲，还可以提天罗方，还可以提去广播方出声呢，但他无法度哦，还老人家可以哦。我说，比有几大的成就感，也系第一个。一部分是讲，你这个要搞一点，变成一个 podcast 的算是支周人，系咪？还是讲你访问一点？访问一点，我哋做嘛个做 podcast，做嘛个访问，先打开伊嘅心结。咁我哋两年无所无事，唔见到多的访问，我讲来讲嘛个喏，慢唔会地，冇错。唔前提集权，甚至于讲是小狗必谈，变咱人哋两年佢集权咧，慢慢嚟我访问，我讲嘛个。如果慢慢的打开你的心情。我呢邊也係個重要，因為其實唔係每啲人平常都有，我哋講法訓練啦，有啲人其實有幾多故事，但是你想想，我幫人哋買個杜比，你即刻講唔出來。其實按你透過訓練以後，100、200啲講，你這個買個讀落嘅時間，我講嘛嘅，無論講我嘅故事可能歸去整理好嘅，講過一遍嘅，聽一遍嘅時間其實我可以順勢，然後1遍2遍以後可以有自信，慢慢你如果把佢是以其他嘅故事全部講出來，我按你發現其實按你創嘅，因為有時間，我哋有時聽我哋講講法幾點地步，讀到幾多我哋咧裝備來講法，而下冇問題。嗰種有時我想講唔出來，係嗰種其實如果你訓練來講法，其實係幾重要。佢聽嘢咯，聽嘢係做地方創生嘅部分。我認為講，因為 podcast 本身都自媒體，其實大好，我認為講，下一擺政府一定會介入也一塊。因為我講啊，更加無限制嘅話，他個人學別亂講，變成講唔會啲約束力啊。講住都我下嚟唔啱冇法度，因為表上嘢啊，嗰時喺呢班人英語會記，他呢兩人提辦過來，地方創生而家欠嘅係乜嘅行銷，行銷唔能靠人家所有嘅廣播媒體，還是電視媒體，有時間反覆積極，反而唔當係出嚟做一堆，人出嚟用 podcast 唔做農嘅，唔做乜嘅嘢，唔做乜嘅，唔人出面，唔客家人、好多人，人合起來，吸引嘅都主持人，人都來做一團。又可以介紹在地嘅人文體競賽，又可以介紹一條強農、強創、產品、服務，其實幾簡單。人意思都講，也俾節目地步有可能有吸引嘅主持人，每個人負責自家兩個，同時亦可能咪喺講好樂啦、講原住民化啦、講客家嘅，但是也俾節目地步。可能每一擺嘅主題都冇同樣，然後可能都負責有啲人都負責一擺嘅啲農產品嘅行銷啦，冇到各種嘅啲風土人情嘅啲設計啦。嗰時等於講，譬如講我哋講我兩個女朋友嘛，可能如果啲女僕嘅他講，然後如果有新嘅主持人，可能因為女僕嘅本來都係啲幾多元化嘅，而唔係完全係行業嚟講嘅嘛。其實本來都幾多嘅好容易嚟做生意啊，然後還有我哋山鄉下來原住民，其實我喜歡睇女僕嘅，嗰時頭都唔知個講嘅前提，睇女僕做起都可以看得到。等於如果第二個因為節目地方如果有無強我做強，還有其他新住民，好，然後伊就米白去修改伊的看到事情啊，無論伊的重要事情，然後同時嘛喺行上我哋女僕，係咁嘅意思嘛？係啊，有啲係地方創生嘅啲目的啦。但係如果伊無算有一啲主持人咧，因為以前幾多個節目係用一啲主持人做成一啲重新嘛，但是係一啲多樣嘅主持人、多樣嘅內容，但是其實也重點落行上一啲地方，無論行上一件事情。甚至你可以接廣告啦，就冇錯。其實按你談好來，佢神奇呢。會睇哦，因為在加入社群媒體嘅力量，如果主持人冇貼過於封閉，人哋要將一個東西係正確嘅、係錯嘅，他講人嘅平台、人嘅粉絲嚟表出來，如果有啲睇粉絲。冇錯。咁第三咩咯？第三咩，如係希望將頭都講嘅一個內容嚇，因為本身都已經有劇本嘅嘛。變成戲劇，你真實嗰種更加以前嘅李文古廣播劇樣嘅，他哋人哋都請真實嘅人來，例如扮演一條角色，將人嘅角色寫到一些，按你變成樣嘅呀。如果而可以係一啲教材，也可以提給廣播行推薦，甚至如果佢哋利益啦，將我哋李文古國劇團要去做表演嘅，明年初我哋都會打上一億多角色。沙期本來都有嘅啦，講法幾點都本來都有嘅，再加上如果我招募新嘅人員，
比个发条啊，吞一个客家啦，还有讲小可啦，人哋客家人乐观的精神植入到新人的身上，安尼咱去真实的教育。今日语文比赛里边有一点的打嘴鼓，系其实因比小可打嘴鼓来讲的话，其实係一個幾貼切的，係啊，還有新年的18頓過後啦，古18拜過後啊，日本古嗰個台灣古18拜太陽真是我無名啦哈。可是節目看到影片，我發現到我其實小可一件事情，唔單止講係我哋實實地步嘅貴重要嘅一部分，同時伊嘛可能係我哋未來傳遞我哋客家文化地步貴重嘅貢獻。今日我講我哋是中國人，現場分享很多很精彩嘅故事。謝謝主持人，或者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到 Podcast 嘅平台，小錢快樂好一步，都可以開始看我哋嘅節目嘅。多謝。休息一下喎，都聽下啲先生來，橋下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